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为了避免搁发生亲像伫中华规定人员继续派代志发生，大家伫南疆的董事长颜清标，昨不时拢会出现伫咧射警的队伍内底。昨9点外，大家卖乱叫嘛顺利进驻家己的奉天宫，会过2天1暝。 信徒一个接过一个，大家嘛乱架，在4下9点半顺利到奉天宫主驾。摕手机啊翕，过日去想要甲乱架较活咧。信徒甲庙内是开甲满。大家伫南疆董事长颜清标虽然拄则出现无偌久，也是不时缀辽警队伍行叮当，也甲在地人士最近举行入庙仪式。 天上保佑9万年，清香初见地主心。大家嘛9天8暝辽境，第3天中昼来到嘉义的新港，沿路也是看到真侪民众想要软桥骹，桥班的人赶紧可劝因离开。庙方表示，伫咧庙内人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民众也是要尽量挂水安。尽量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感谢配合，感谢。学校的部分呢，大概事前跟香客走了以后我们都会彻底消毒一遍尽快的让学生能够恢复上课的秩序。今嘛虽然是疫情，但是希望大家会当戴口罩，会当拜妈祖大家有距离呢。 因为今年大量减少软桥骹，国家防疫的考虑，参加的人比往年较少，所以辽警队伍的速度也比往年较紧。大家嘛会伫咧新港奉天宫停2天1暝，15早起举行接受大典了，暗时11点起驾回銮。记者综合报道。 因有风台无直接影响咱台湾，毋过昨昏对中国的广东定律，随风真紧着减弱，真做热带性低气压，也毋过嘛是引进6级到7级的强风甲强雨，广东真侪条铁路拢停驶，港珠澳大桥嘛暂时关起来。另外，伫中国的贵州，因为落大雨淹大水，上无有2万人脱离家园。另外，伫土耳其，昨是发生惨惨的地震，造成1个人死亡，18人受伤。咱来看国际天灾的综合报道。 店内电火摇摇海海，民众一看就知影是地牛变身，赶紧走。店内无啥物损失，不过另外一边这间明体就规拢倒落去。土耳其东部的宾戈省，台北时间14下10点24发生一件规模5.9、震源只敢若10公里的极浅层地震，附近4个省拢有感受到地震，震动的感觉持续8秒到10秒，造成真侪人死伤。 当局分散550顶布棚，也派救援队伍加1台直升机救人。另外，自台湾西南方行过鹦鹉风台，14早起以轻台为例，自中国广东省永江市登陆。感到现在的风越来越大，你在脸上有点刺痛感。鹦鹉风台尾已经减弱真济热带性低气压，不过由原伫咧华南地区带来强降雨。 高雄内面行中景市也落大雨，一个白车顺着溪水一直流落去，一寡地势较低的所在淹了1公尺深，有人困醒起来发现出门前的桥煞无去。那个雨一晚到点钟那个落，我们30点钟起来一看，哇，桥坡都要再冲岸头去了，那屋里马上都进水了，东西根本搬不赢。贵州省伫咧过去1礼拜拄着大风大雨，大水提起了，规个拢落公梅真歹清。 至少2万人脱离，超过43万人受灾，上百间厝倒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过来关心天气，今年第2号的风台鹦鹉已经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咱来看温度。风台已经减弱甲，那咱台湾对今日开始到拜四，天气拢真稳定。除了这早起到顶部、南部有短暂阵雨以外，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高温翕热的天气。气象局今日有针对台北市、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也有花莲这所在发布黄色的高温警报，要提醒乡亲伫即寡所在高温可能会超过36度。另外，要提醒今仔日的水汽有较侪，过到了后，对阵雨的范围就会较大，而且有较大阵的雨会出现，提醒乡亲爱洗钱。那昨下晡台中上大雨，真侪所在拢因为落雨潲头袂利，全积水。气象局是表示讲，今年北平的系统也阁无啥稳定，也有可能会进入黄霜雨期。
停伫路边机车就安尼半个车链浸伫水内，大雨一直落，还佫淹入去顶仔骹。这是台中市大理区14下晡，因为雨势伤过大，造成大淹水。超夸张，头版出来了。还佫台中车站超过2站楼仔的卖票大厅出现2公分到3公分的积水。方面北移台湾地高压影响之下，连续前一天出现关粉，加中到过后雷阵雨出门特点。不过气象局代理局长陈明典伫面册讲到，为预报顶源来看，今年的北风系统也无稳定，可能会发生几度阴霾的现象。当这个副高东退的时候呢，这个锋面的主要结构就会慢慢往南边移，也会再度往南边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气象局表示，根据气候平均单，出门时间大部分伫6月中。台湾这段时间的锋面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可能会南北摆动，造成2度浸湄的感受。另外，下礼拜至6月1日，台湾要迎接本世纪最后一摆日全食观赏机会。不过，天气风险公司为气象观测分析，台湾20到24期间是伫正乌道带当中，各地天气恐惊无稳定。礼拜天的那一天是锋面就是在台湾的上空，所以我们日环食呢，基本上要看到的几率没有那么的高，只能呢，除非是说刚好有一个空档。天气风险公司表示，20到24期间，虽然主要降雨区伫中国长江流域、甲日本、韩国附近，不过因为台湾到南海区间的西南风明显，后面可能伫这段期间会影响台湾。根据过去的统计，过21世纪当中，台湾只有自控1至2020年因看到一款式，卡出这摆无看到，要等到2015年6月18才能够看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详情，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泰国解除封锁，泰国按算甲疫情较稳定的国家签署协议，也就是安全的旅行款，互两国的人民会当互相往来，而且唔免隔离14天。点过头一波的名单内底，哪亲像无咱台湾？咱外交部是表示讲，泰国正式的名单也未出来，等出来再个讲。来看联合报，外国学生也是袂使来台湾读册。教育部长潘文忠昨昏改变过去讲爱国讨论的态度，头一摆对外讲，若是要解除禁令，有3项原则：第一就是休热时爱分配来台湾；第二是要毕业的学生囡仔大生；第三是疫情风险较低，国家优先。若遵守这3大原则，无排除7月份就要开始开放。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自1997年爆发口蹄疫甲打，已经经过24年的奋战。咱农委会是讲，上紧伫今仔日也是明仔，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就会宣布，甲咱台湾对口蹄疫的疫区除名。咱台湾猪肉就会使出口外销。咱农委会嘛已经甲新加坡、香港、澳门直接猪肉外销的代志。高雄有一间中学，一个班内底30个学生囡仔，有15个拢出现上呼吸道的症头，可能是菌株感染。高雄市的卫生局赶紧采检，即马确定毋是武汉肺炎，嘛毋是流感。读册的桌啊椅啊下骹拢消毒，环境也消毒。高雄这间中学共一班级30名学生，为初九开始陆续15位学生出现上呼吸道症状。高雄市卫生局采检4位发病学生的检体送检。检验的结果已经排除武汉肺炎甲流感。初步的检验结果在新冠肺炎以及流感的部分那检验结果是阴性排除。截到今天中午为止，我们透过疫调，目前没有再发现有新增的一个个案。采检的试剂检体，卫福部疾管署也进一步送往台北昆阳实验室，检出3位片病毒阳性，另外1位无检出，所以确认是一般感冒的片病毒感染。高雄市教育局表示，15名请假学生，其中8位就医学生是感冒加脑炎，另外7名症状较轻的伫厝休困。目前无其他学生继续感染，校园也全面消毒，15摆伊无停课。高雄市代理市长杨明洲强调，市府已经掌握状况，未造成市民惊吓。卫生局都有掌握相关的情形，我们就是用最严肃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我是请我们的卫生局的同仁。也不要造成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恐慌。卫生局提醒，学校体育机构因为学生集中自吉祥区，较会传播造成群聚，一定要落实
防疫相关措施。另外，高雄市一名伫凤山区米店工作的妇人人，4月19无细里互鸟鼠咬着，5月底因为身体无爽快断线，6月11日2度采检确诊汉他病毒。总计目前全台有7个汉他病毒感染，高例伫高雄。防疫团队将监控到7月19。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卫福部公布要定出8大类的自费医疗器材嘅计销的限度，毋过这是引起医界的反弹甲不满。主本讲8月初一要开始实施，毋过即马是决定要先按下。有医生就讲，这医疗器材拢是进口的较济，货若叫较济，计销自然就当压较低，所以计销有争差，计销悬悬价价，其实内底有袂少因素。若是消基会是认为讲，定这计销的限度，即马是大家共识，这问题是出伫安那定，毋是囥伫遐袂处理。自费医疗器材一直有新的出来，毋过暂时将医材伫无同款的病院计销煞差真大。为改善收费乱象，健保要对民众自付医疗器材定出上限，煞引起医界反弹。每一家医院的那个价钱都不一样，那你如果说定一个价钱的话，医生就比较不会乱来，比较不会被喊价。这摆健保署是针对4大区8类352项健保部分给付，民众自付差额医材定出自费上限政策。其中各以心脏内科、外科医材自费上限上济。像我昨天看到一个眼睛的部分，最高的是9万多块，最低的是6万多块，那个差距非常非常大的。在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赞成那个主管机关来定一个上限的。心脏科医师表示，心脏科常常用医材大部分是为欧美进口，除了考虑关税者成本，产地无同，计销也无同。亲像心脏的假啊，扣掉健保给付15000了后，自费的差额差不多是5到7万。心脏这度器也因为功能甲特点的无同，计销也无同，卡出各种每一个病院的进费成本这因素考虑进去，即嘛是真歹完全做比较。那有些医院它可能使用量比较大，它可能可以跟厂商拿到比较便宜的成本。那有的医院它可能是使用量比较小，它溢价它可能就会遇到比较高的成本。健保署其实在网上就有订立所谓的比价的网。那原则上，如果患者或是家属对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在意的话，可以去上网比价。消基会认为，针对有争议自付差额医材暂缓是全员共识，毋过无可能无限期。建议自付差额上限甚至应该伫12月底进行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高雄市长要补选，即嘛是按算8月19要举行。民进党这边的人选，按算会派出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去参选。这2日啦，陈其迈已经开始在高雄走行程，甲共党的市议员座谈，替参选做准备。市长好。民众化市长好，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满面笑容回应，甲民众热情互动，展现亲和力。这个就把假日连续2天伫高雄走行程，感谢代表都是高雄市长补选民进党当然人选。陈其迈讲尊重党内同事，也对国民党提名人选做出呼吁。我们也希望说，真的是能够提名一个真的对高雄非常认识、有感情，好，那也能够。希望说能够跟这一块土地一起打拼的人，因为我们高雄需要重开机，加紧的把我们的市政把它做好。就算是党内互相相关的人选，陈其迈依然无愿意表态。不过高雄市党部主委赵天麟已经积极展开复选，陪同陈其迈上边品刷落来安排。第2场党籍市议员座谈要做到市政无旁连接。因为我们就已经确认，就会是陈其迈副院长来这个成为我们的候选人。现在只是在走程序而已，不管是在发兵看农产品，然后跟民意代表的座谈，让他可以呢无缝接轨。17号一旦提名，就立刻转为有即战力的一个市长候选人。陈其迈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机会大，也代表副议长的会，要由什么样来接？经济部长沈荣津互相相关。现在其实我们也不太方便去谈副院长的安排了，因为这样好像要赶陈其迈回高雄这样。不过应该他回高雄的几率蛮高的，跟安排杨明洲一样。如果说是沈部长的话，我认为是一个好棋。民进党唔但要全力提到高雄市长的补选，面对后疫时代，拼经济也是上大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那国民党这边咧，昨昏国民党有10个民意代表做伙开记者会，表示讲一定会支持党中央杀出来竞选，而且下度南去斗估选，要展现国民党的团结。因为目前国民党内有几下个高雄市议员，经拢表态讲想要参选。那从外界点名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吴怡丁，伊是也袂回应，伊敢若讲伊会尊重党中央，伊个人的意愿不要紧。蓝营共同承担。 让高雄不只有一种声音。10几位南下民代14伫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共同声明，展现团结气势，爱党中央主题竞选伫补选期间，决定走高雄府选，斗阵徛路口发传单，全力支持党内将高雄争取转来。过去1年半的执政结果，以及过去20年执政结果的比较之战。 民进党执政党为了赢，就这么的自甘堕落明明3个月内就可以补选，3个月内补选，他就一定要弄成2个月。中选会公布8月15日要高雄市长补选，南亚批评民进党将原定3个月补选期程提早逃走。民进党确定由陈其迈投入补选，国民党提名也无确认。不过，已经真侪位高雄市议员表达意愿，其中部分区立委吴怡丁被看作是热门人选之一，是不是被定调？已经低调，只讲尊重党中央。 为什么不参加这一次的补选？谁跟你说我不参加的？党中央或者是地方党部，他们宣布被提名的人选之前，我不想要表达任何个人的意愿。选举要先不怕输才会赢，记得不用怕输，只要好好的面对挑战，全力以赴。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选举袂当行输，爱全面应战。民众党最近提出南北合作，国民党真侪有立委是要拼团结守住高雄，爱党中央主题名单。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赶紧来关心。虽然咱台湾疫情已经冻点啊，也毋过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疫情也搁在增加。即马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9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3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目前病例数是443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100多例，日本是17000多例，南韩超过12000例。那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 巴西甲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10万例，巴西超过86万7000例，俄罗斯超过52万例。欧洲的西班牙是超过29万1000例，英国超过29万7000例，意大利超过23万例。中国的北京进前有56天拢无标出本土病例，也毋过对6月11开始，小连续3天拢出现本土病例，尤其拜六一困头加36例。中国官方即马嘛宣布讲，北京进入非常时期。武汉肺炎疫情伫北京，敢若有搁要传的趋势。初步互认为是感染源的新发地市场赶紧关起，周边的社区嘛有管制，民众无法度出去，才会当隔一个场屋里买菜。新发地市场是北京重要的大卖市场，无法度营业，严重冲击当地民生。有民众烦恼买无菜，赶紧到超级市场采买。价格稳定，绝不涨价。北京连续3天拢验出本土确诊病例，嘛互官方宣布北京进入了非常时期。北京市近日连续爆发确诊病例和核酸检测阳性病例，且都与新发地批发市场关联。北京已进入非常时期。根据官方统计，连续56天无出现新增加本土病例，北京为6月11开始，2天内底出现7件本土确诊，13个一口气增加36起，拢甲新发地市场有关系。在新发地市场工作者37例，曾直接或间接暴露于新发地市场者9例。武汉肺炎敢会搁传？北京民众大家拢真惊吓，因为有风声讲测三文鱼的店有验出新冠病毒，检测人员唔敢伤过大意，对市场内底海产拢有采检，阁有专家提醒，暂时卖青食三文鱼。是感染的三文鱼呢，或还是就是三文鱼？是感染在前，是吧？或者说是从外地来的，或者是从这个进口，是吧？这些问题没清楚以前，我建议大家的话呢，不要生食撒三文鱼。
曾光认为，北京疫情当地受到重要的考验，若是处理无好，真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佮指出，为进前的确诊病例采取的病毒检测了后，初步判断毋是中国本土性的病毒，但是必须要扩大检测，才会当确实判断疫情的发展。记者郭善朋友做整理报道。今头来英国，为着要呼吁外界重视照顾者的艰难，英国非营利组织今年邀请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听家庭内照顾者的心声，给鼓励。Interesting listening to all your tales and stories, and I'm very impressed by what you have achieved already. So I'm very glad to have been able to join you today. 94岁伊丽莎白二世穿灰色的衫，第一遍以王室公职的身份参加视讯会议，甲民众共镜头出现。英国非营利组织6月中发动照顾者周活动，邀请重量级的来宾女王参加，听英国4位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心声。Been a carer officially really since I was 8. I only recognised when I was 11 or 12. So there's young carers out here watching this. I hope that they can see tha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in this situation that are similar to them, and that they're not alone. 自3月中开始，伊丽莎白二世甲翁婿菲利普亲王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拢伫咧温莎堡隔离。菲利普亲王初十过99岁生日，英国以前拢会伫咧伦敦鸣放礼炮接受。今年只敢若公布一张相片，正低调庆祝。因若是女王4月生日的时阵，也是68年在位期间第一遍取消礼炮加庆祝活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亚特兰大市13发生一个黑人，因为拒绝酒测抢走警方的电击棒了后逃走，互警方开枪弹死。因为黑人弗洛伊德的代志也被收煞，即卖又搁发生有黑人互警方开枪弹死，时机敏感，嘛又搁引起另外一波抗议。镜头上走伫头前的灰衣查甫人布鲁克斯拿走拿外身，摕着电棍仔击向警察，警方对伊开枪，布鲁克斯倒伫涂骹，伤医不治。警察局长希尔德斯伫案发了后无到24点钟请示核准。同款是灰衣亚特兰大市长波托斯呼吁终止警员的职务。I do not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justified use of deadly force and have called for the immediate termination of the officer. 27岁布鲁克斯是伫12暗伫温蒂汉堡的迪莱索车道排队点餐的时阵困去，后边车辆需要驶路前进。警方接到店员的报案，来到现场了后，对布鲁克斯酒测做着拒绝，双方肢体冲突，布鲁克斯夺走警方的电棍仔，并且逃走，双方展开相掠。As he gets his weapon, Mr. Brooks begins turning his body away from him, I presume, to flee. 布鲁克斯的死亡引起亚特兰大灰衣社区另外一波的红会。It fueled a fire. A worse fire. We've been doing all this peaceful protesting, and in the midst of that, you guys are still killing us. 弗洛伊德事件伫全美国引起对警方执法过当的控诉，伫国际上也有对种族歧视等示威声援。判刑3礼拜还未停，即马佫发生灰衣人士反抗警方拘捕，杀来死亡。专案由乔治亚州调查局侦办中。富尔顿郡地区检察官霍尔德声明，伊的办公室将对这个案件展开积极独立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发生重大的公安事件，拜六下晡4点外，一台油罐车伫高速公路口发生爆炸，4颗威亚的人家厝、厂房、车辆拢总受牵连，拢总受影响，计共造成19个人死亡，172个人受伤。倒病头前像那先是庆祝白烟，即晚呢高速弹出不明物体，行车记录器翕到的，这是油罐车爆开炸飞时的影像。13下昼4点46分，一台经过深海高速公路位置浙江温岭市路段的油罐车发生爆炸导火烧起来，附近的交通大拍架，坐伫车顶的民众用手机翕录爆炸迄当时的情形。我走啊！透过用时的空气画面，会当看到爆炸油罐车已经烧到草尾搭，散落伫高速公路的出口所在。爆炸高靠河周边的民间工厂全拢炸了。前一暗，搜救人员来到现场抢救，搜寻敢是还佫有活着的人，也毋过建筑物已经倒去，爱先出动怪手清理出搜救空间。是一个风机厂的厂房，但是受到爆炸的时候的影响，我们能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厂房已经发生了一个
大面积的坍塌，主体的结构都发生了一个变形。出代志油罐车爆炸了后，也造成几台小客车捣毁，周边更有200多间民家厝严重受损。油罐车炸飞了后，佫引起二处的爆炸。除了大批的消防人员，现场也有超过100名武警支援。到14号早起统计，拢总造成19个人死亡，172个人送医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晚美国的军方主动投放出影片，显示有3支美军的航空母舰伫印太海峡巡逻。学者是认为讲，美国是以海上的军事设备要警告中国唔通假小，加上中国的人大硬度香港版的国安法，还有年底美国要选总统啊。学者认为讲，川普对中国的态度会愈来愈强硬，后半年美中的关系会更加紧张。美军13主动释出一段影片，显示印太海峡顶端有3只美军航舰，雷军号、罗斯福号甲米尼兹号甲战斗军舰正在印太海峡咧巡航。这是近3年来美方大动作展现海上军备。影片点名对中国示警，学者分析，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中国讲美军的舰队官兵染疫陷入军备真空。美国以海上军备警告中国唔通错过情势。其实展现出美国认为说，即便是有新冠肺炎，但是他们的战斗力还是充足的，他们是还可以应付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个威胁啊，所以最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的这种情势而来的。中国近半年来对台湾动作真多，军机真侪摆在台海周边空袭，美国军机、军舰也安尼真侪摆经过台湾海峡周边。中国今年积极部署南海军事据点，甲5月底印太通过制定港版国安法，中美情势更加紧张。因为川普可能在国内的内政上面无法得分，所以川普有可能会在对中国的政策上面更加强硬。那采取更加强硬的作为的话，来跟拜登所谓的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来做一些区隔。学者指出，唔通忽视美军会伫8月举行2度环太平洋军演，加上11月多是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共和党为甲民主党中国风险有所区别，川普对中国态度恐惊更加强硬。下半年中美关系恐惊非常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花东防卫指挥部，互人逼讲，这个月初8，部队的顶司邀请民间的业者去教兵仔做实弹射击训练。这款喊鼓的代志，即马互压出来了后，军方是真生气，甲这个沈阳的中校记大过调离职部依法上班。来到华东防卫指挥部的门口，卫兵虽警告者禁止停留甲翕相，毋过根据要料的人讲，花莲有一间生存游戏店的业者，会当定出伫营区，这个月初8，竟然被中官找来做教官，甲士兵练枪。厂长的民间有人自称说，他以前是美国的什么部队出来的，他连钢盔都没有戴，防弹背心也没有穿，任何安全措施都没有，还进行实弹射击。投诉的人也表示，这位自称沙溪区的生存游戏业者姓陈，伊定讲家己捌是国安局教官，甚至点过美国特种部队，也毋过事实上伊的身份拢是假的。国军保护安全甲部队军纪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立即调查，并且发现属实，我们主动将全案函送侦办，核予杨元大过1次处分，并调离现职。这位争议的姓陈业者伫花莲经营生存游戏几啊年，面对部队的朋友，因为伊彼此发表示遗憾，强调家己是想要传承正确的射击技术。其实我蛮沮丧的，为军警单位付出这么多，包含到招募，包含到训练，学生的训练，我们都尽心尽力在做。另外，花莲警界对这位生存游戏业者无身份，因为伊会穿霹雳小组的制服从事表演，车顶也可肯定反映停车场讲家己是立委助理。警方强调，这位单身者绝对不是警察，也不是约聘教官。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拼来看，东京附近受疫情影响，是说前到明年才会举行。目前东京场馆有8成拢已经继续签约啊，也毋过选手村也阁有记者的媒体中心也未补好。那咱国内的中华职棒富邦悍将的总教练洪一中，昨暗是带球队以6-2拍赢球，伊摕到伊做教练生涯第900场的胜利。第一个球就出棒，又是游击去，李宗贤垫2步传一垒。本周4连败之后拿下了1胜，终止了前面的连败状况。而这1胜也是富邦悍将总教练洪一中
个人执教生涯的累计第900场胜投。富邦悍将总教练洪一中摕到伊教练的第9马胜，高创下正歹超越的障碍。14项的比赛，悍将前3局6比0领先，中场6比2赢球，替总教练洪一中摕到第900胜，是目前台湾的纪录，胜率也超过5成。With the first pick of the 2020 MLB Draft, the Detroit Tigers select Spencer Torkelson. 受疫情影响，今年大联盟例行赛到即马也未开始拍，选秀也史无前例改做线上举行，而且只敢若选5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Spencer Torkelson 是大联盟史上第一位正拍一垒手的状元，对球员工会提出89场比赛方案。大联盟的主席讲，今年赛季一定会拍，不过方案也该协调。And we're hopeful that it will produce reciprocal movement from the Players Association, that we'll see a number other than 100% on salary and some recognition that 89 games, given where we are in the calendar and th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is not realistic. 新赛季是毋是让拍，除了爱看罗珠大战的结果，也该看病毒。纽约邮报报道，有一位40人名单内面的球员，甲一位投手教练确诊，不过身份无公布。另外，受疫情影响的一个延期1年的东京奥运，这是奥运史上第一遍延期。奥运场馆的续约也是东欧组委会困难的任務之一。かなりの8割程度の施設まではすでに来年の利用について基本的なご了解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目前有真侪场馆，譬如讲主新闻中心加选手村，因为明年已经有要举办其他活动，也该协调。因若是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正准备要恢复比赛，不过官方日12宣布，因为疫情造成后勤的问题，会取消新加坡、日本甲亚塞拜然大奖赛。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中的大雅区昌平路有一笪农地，进前互民众检举2届，讲这违法地起工厂，市府去稽查也求拆掉，过地主搁找人来搭铁厝。台中市政府即马是强调讲，伫今年5月20日后，伫农地起的工厂一定会升拆。用铁片围起空地啊，一群看到涂骹蹲着铁架啊。地主原本打算伫遮起铁片工厂，不过说是无合法，因为这块地是农地。台中市都发局接到民众检举，13命令停工。这个是农地没错，应该是看它的结构，应该是要盖工厂使用啊。之前就是有2次在施工中就被我们发报道，那他就自行拆除，这次是第3次，这个比较遏制的，很少到3次。台中市都发局表示，这块伫大雅昌平路4段空地啊，已经是第3摆被检举。台中市府农地申请违建加强处理专案，只要是今年第5月20日以后发现的农地施工中违建，拢会命令停工搁拆掉。另外，经发局也一个辅导无登记工厂合法，不过敢若限制伫个2016年5月19进前，原来都有的假污染工厂。如果是属于中高污染，又是在105年5月20号以后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就必须要依照工厂辅导管理法的规定来办理。我们先来办稽查。台中市府目前列管的新增加无登记工厂64间，最近稽查发现，除了有污染工厂，也有申请高寮线违规转做工厂使用。市府除了会废止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同意书，也要求业者停工个限期改善。若是无限期改善，会依法断水断电个强制拆掉。记者综合报道。来伫新北市三甲的福德溪溪，是咧污水路的工程的时，防检机讲业者污水路乌的全偷带废弃物，加载去互新北市的环保局甲三甲的派出所掌着，业者即马上当会罚款5年以下有期徒刑。河边有封锁线，为河保看过去，也有怪兽停伫内底。这是三甲的福德溪溪，礼拜6早起，过路民众发现有问题。原本包商吊挂怪手到河床上是要清淤，没想到他们却再来2车的废弃物，挖了洞埋进去。业者的搜索工程原本是爱互河道较顺的，不过伫现场民众无了解，唔是应该将河内底物件挖出来，乃是在废弃物来点的，因为实在是无合理，所以报警处理。很可恶，你知道，一样把它埋下去，然后又用那怪手把它弄破，你知道吧？后来他承认了，是50代的。清淤如果像这样子，一定严重啊！
业者表示，因为挖出来土山收过少，无够协销，才会在其他县市的废弃物来冲扫。不过，环保局认定已经违反废清法，除了要求清除，相当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挨并科1500万的罚金。是你没有依照我们的规定，领有废弃物清除许可证来处理废弃物，就已经是违法了，已经有该当该罚的一个状况。有员蹲伫现场的废弃物有起厝挖出来土甲废纤维参做伙，这案件也因为三峡派出所巡组突破嫌犯心理，找出大位置，才来破案。记者综合报道。电风风上头，即马当是雾峰旁边的收挂期，毋过今年4、5月份的时，水稻啊拄着寒流，有连续几啊天温度真低，造成稻啊袂饱甜，收成减5成。看天食饭的农民，即阵是真无奈。辛苦几年的农民，期待今年会当有好收成，但看起来成长状况袂歹的稻啊，所有一半拢是无饱水。要寒一个，寒迄阵啊，寒一届到10外度尔，有无？寒一届10外度，迄阵去伤着啊，一规地就伤着啊，所以出正常出，但是空包弹，所以今年咧为着迄几工的寒流咧，咱这稻啊的产量会使讲减要到50%的啦。今年4、5月稻仔结穗的时，大好拄着寒流，而且连续几落天的温度拢伫20度以下，旁边伫低温会影响授粉，才会致使即阵发生无饱水的情形。在那个开花授粉的时候遇到这个寒流，所以其实产量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大概减产至少有5成以上。那所以可是品质是还不错，只是说它有很多的空包蛋。雾峰的芳米全国出名，但今年拄着极端气候，收成减了一半。如今除了农业局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嘛希望投保的农业保险会当赔偿，降低农民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若住伫森林好尾的张显盈，因为伊厝内底人介意食奶子，伊就伫休困时去做业余的农民，研究种奶子的撇步。高冬来日头饲日头研究，即马种玉荷包嘛，种出成绩。即阵是奶子大出的季节，有一个住伫森林好尾的农民张永显，因为厝里的人爱食玉荷包，伊专决定家己种。因缘际会啦，也不是特别的，就人家讲说种荔枝蛮不错的，自己也很喜欢吃。别的其他的职业，所以他做这个其实算是额外工作，就是相对比较辛苦。然后加上他现在那么多收成，可是其实平常也要花很多心力去照顾他，全家都要付出很多心力一起帮忙。然后呢，大部分时间都是爸爸一个人处理。张永显唔捌种过奶子，拢靠家己学。过程中拄到真侪病虫害问题，佮有奶子开花煞无结籽。种种的困难，伊也豆豆克服。然后这9年之间，就是看着它开花，开很多花，可是花谢了以后就没有果粒，全部都掉光光了，就一直在摸索说为什么开花不结果，然后结果又掉光光。一直种到第9年，总算有好收成。即阵伊也开放民众来果子园体验满奶子的趣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啊！而且玉荷包自己采啊，很特别。然后可以一边采一边吃。因为疼惜厝内的人，张永显全家己种奶子，一个口仔为着奶子共心打拼，也甲收成分享给附近的民众，互大家食到香甜的奶子，心肝头嘛甜蜜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弱势家庭，伫彰化县的福兴乡结合地方的资源，送白米、送沙拉油去互一寡身心障碍者，互这社区更较有人情味。彰化县福兴乡的乡长，甲长期救济人白米的爱心人士施胜奇，和地方派出所众人合齐，甲米、油等等加日常生活用会到的物资，送去这位身体中度障碍的民众引导，希望减轻伊生活的负担。这个生活中较困难，所以讲特别咱这个白米伯真有爱心。知影讲，咱的李旭峰这边有需要斗3工，伊今仔日特别传一款物资呢，送来互咱李旭峰家伊斗3工。
李先生即阵唯一的收入，就拢靠伊的牵手上班做工课。毋过伊的厝内也有囡仔爱饲，地方的爱心人士帮赞物资，佮行骹到厝内甲伊关心。伊的心内是真感动，也足多谢。地方的警察也请伊安心，有任何需要，毋好惊歹势，一定爱做伊开喙。你就甲阮派出所讲，嘿，派出所阮做者同事吼，拢会当交相共。看起来简单的慰问甲关怀，是庄头众人互相支持的结果。这样的爱心也互地方充满搁较侪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的国文系当年平均拢会收2个到4个行动不方便的学生，今年有2个遇到罕见疾病的毕业生。这2个学生囡仔身体虽讲无方便，毋过因真骨力读，成绩嘛拢真好，而且对生命真乐观。这件还好吗？还好，谢谢老师。你要毕业了，恭喜！坐在当轮椅伫学校内底4假期，学习嘛真正常。周文然2岁时阵就得到筋膜萎缩症，毋过伊无放弃，伫咧厝内人的陪伴甲支持，今年就要拄台师大国文系来毕业。其实笔记比较没有力气去抄，有时候是会请同学就是帮忙，先帮我抄或先帮我拍起来，让我回家是在做额外的整理。师大无障碍设施做甲真好，嘛特别替新竹学生来开体育课。本人感觉学到真侪物件，尤其是真好运，拄到大师，转来对昆曲有兴趣。就算讲伊人无法度爬起来，手的筋膜嘛无够，毋过伊平常时上爱哪比哪唱。本金花爱旧里双了。甲伊共系是隔壁班的吴伟良，5岁嘛得到筋膜萎缩症，嘛一直伫咧病痛甲学业之间拍拼，4年拢是全系第1名，毋那提早毕业，去年底阁推荐去师大国文系，而且伫咧这学期提早入学。在有定期追踪，然后平时又有保养的状况下，其实在这大学4年，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也都还蛮健康的。那在课业上也就比较能够安稳的去做一个兼顾，因为健康第一嘛，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了。就算讲辛苦白疼，毋过2个人读册意志真大。阮然以后要去考公职，伟良是要做大学的教授。2个人拢讲，虽然未来病会继续恶化，毋过家己无想要去互拍倒，会去享受拍拼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伫婚姻议论的蔡龙蔡秀玲，伊自细汉介意画图，毋过因为厝内经济问题，所以呢只好放弃做画家这个梦想。即阵伊是利用休困时去社区大学上课，用画笔画出精彩，也有做实的模样，还有画当地在地人的信仰妈祖。去年伊的作品伫婚姻文化艺术奖摕到头奖。日头光照入庙埕，信众来庙的诚心参拜。这个画面是真侪婚姻议论人的生活记忆。当地画家蔡秀玲以西里复兴宫的太平马做主题，画出这幅图。伊也伫咧2019年婚姻文化艺术奖摕到头奖。觉得是太平马它那个神威显现吧，那个光很像它的磁祥光显现，然后它的神力。甲规例啊烫落来，蔡秀玲讲，其实画图并毋是伊的本业，平常时伊拢含因翁伫咧菜园做事。蔡秀玲伫咧做囡仔时，就兴趣画图，高中也有考调美术系，毋过伫咧毕业了后，经济上有真大压力，怎无法度继续创作。即阵伊利用休困时啊，去社区大学学画画，伊也甲伊身躯边的人画出来。这是我们农村的务农都市人没看过的农村的生活。画图进步很快，就会觉得很高兴，自己会很开心，然后晚上会高兴到睡不着觉。伫咧画布顶头一笔一笔，甲做事人的辛苦，也有当地妈祖的信仰文化画出来。蔡秀玲即阵毋若完成做画家的梦想，伊也用色料，互议论人真做是伊创作的主角。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镜头来屏东长期拢互人认为讲是种槟榔种足侪的歹印象。毋过最近这几冬，有一寡农民为着转型，开始改种可可啊。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甲乡亲咱做伙来屏东看区民雄安那创造出可可的新经济。
巧克力豆是甜味甲罗曼蒂克的象征，毋过互人想袂到，这个产品会甲保守传统的客人有关系。不离高伫咧17年前，屏东县内部的乡民曲明祥家己发明的曲氏咖啡巧克力豆，就是经典的案例之一。嘛，正做伫咧屏东规模化种可可爱头一人，而且啥物品种伊拢捌。倒手摕的这就是完成种，完成种的皮沙较骨溜，你看卖啊，恁都拍咧，迄种骨的。阮这手摕的这边吼，迄皮沙那苦过一幅一幅，他发掘是在千里岛，这红色的，这嘛是改良过红色的品种。而且佫毋但爱顾品质，也佫有真济难题，尤其是台湾常常有大水雨、风台，但伊便若经过高滨地区，所有的可可啊树都有可能去互扫倒去，或者是断去，全部都袂当用，一切拢必须要为头开始。就像小孩子一样啊，你把它生下来，你要把它养大。其实除了天然灾害爱克服以外，想要做一块好的巧克力豆，背后还佫有真济关卡爱突破。除了爱研究适合的口味、收成、发价，还佫有拍打到研粉和巧克力豆定型的作业。伫咧济幼路的制作过程当中，爱克服技术的困难，才会当找出美感，制作出品质一点仔都袂输予世界各国的巧克力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深色，世界嘛真有情。全世界有一寡国家因为疫情转好，即马大大解除封锁啊。也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是有真侪人食袂饱、穿袂少，连基本的防疫用品拢无。法国巴黎有一个少年的查某企业家，之前因为封城的关系，伊全调伫泰国，全归去伫泰国做善事，即阵嘛已经援助超过3万人。受到进前疫情的旅游限令，伫泰国滞留一段时间的纳克普莱瑟，虽然心里挂念家己伫法国巴黎的电子商务事业，也毋过伊决定暂时无要返去法国。伊即马伫万国成立援助团体，伫超过100个所在发便当、防疫基本用品，已经援助超过3万人。当初会想要安尼做，是因为想到家己阿嬷。She's 94 years old, and then I really worried about her during COVID. Like, how is she going to cope and do things? So I just thought about all the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during this time, who might not even have a family or a home. 伊28岁，伫烧热天气，今日加收伫社区提供援助。社区成员大部分拢是使用人拖援助手，有的人甚至失业2个月啊。มัน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หลายๆอย่างตอนนี้เราลำบากมากๆเลยแม้แต่จะส่งข้าวบ้านยังไม่มีเลย。纳克普莱瑟当初是伫10家店为社区居民采买生活必需品，伊成立协助网络，提供事务关键需求，呼吁各界伸手帮忙，也祈愿到米其林车机总铺前来斗相共。We just kind of throw out the idea of any Michelin anymore, and it's just about getting together and just trying to feed people. 纳克普莱瑟已经几个月无看到红晒啊，也毋过伊并无后悔。I still have this goal of helping more people, and until the tourism industry bounces back, I can always make money later. 虽然限令放松，也毋过来要求帮助的人并无变少。伊表示，未来就算是疫情结束，伊犹原希望这份帮助人的心会当继续。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有一个70岁考古学的冒险家，伊嘛是考古学退休的教授，伊号做提爷。最近伊是登去到撒哈拉沙漠冒险，伊要找出11世纪一支骆驼相对的卡车，甲因冒险的故事。提爷冒险的经历已经有47档啊，伊的经验真丰富，伊嘛奉讲是19世纪以来欧洲冒险家牛人之一。今年68岁来自法国的考古学退休教授特艾瑞提耶，要继续行撒哈拉沙漠，完成另外一本新冒险。提耶教授这边的探险任务是受朋友的拜托，想要找11世纪一支骆驼相对的沙漠卡车甲冒险故事。The fact that we move slowly on the ground and the pace of the camels allows me to observe things on the ground and spot things that I wouldn't if I was in a car. 甲伊做伙是另外3位队友甲9只骆驼。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I am traveling with Rabidin. 因自毛里塔尼亚中南部的公路城镇提西特出发。行过撒哈拉沙漠山石路段，要到东平300公里的日照城镇瓦拉塔。瓦拉塔伫1996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Here we go. This is what I was looking for. 5 years ago, when I was last here, I spotted this guano.
this build-up of droppings. This time I wanted to see if the build-up was still growing, but I see that it doesn't seem so. 铁爷有47年探险的经验，把记录新石器时代文明，看过马里的考古遗址，也搁伫咧尼日发现过恐龙的骨头。因为研究工作常常出入非洲，毋知影安怎闪过非洲地区部队甲宗教团体冲突，也运用科技甲家己行过路线拢标记落来。是老经验的学者兼探险家，有人讲伊是19世纪末以来欧洲最后的探险家之一。 I wouldn't go to Mali today. I'm not crazy and I feel no need to put myself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虽然这边无找到11世纪陆度相对的沙漠卡点，铁爷依然真欢喜，因为伊有别的新发现。伫瓦拉塔休困2礼拜，甲遐老朋友决定开讲放松一下，不过已经伫咧拍算明年的计划，因为别人看到拢是规片山的沙漠，伫伊心中是上丰盛的探索之地。记者综合报道。 北极款即马在流行啥？北极款即马流行食菜。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招待全球观光客上接看到的就是规岛顶的鹿角肉，也个红鲢鱼。不过最近有一寡餐厅利用在地食材开发素食的料理，同款真受欢迎。伫咧拉普兰首府罗瓦涅米，这间叫做拿坡的餐厅，乌特拉以前定来遮食，拢是点肉，不过最近较爱食素。 Very impressed, especially like variety of different tastes in this food is really, really great, and I think it's also like combining very traditional ingredients, like kind of modern way. So it's good. 纯素食的流行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迄当阵伫伦敦出现鼓励大家食无限动物食材饮食。 甲食年2类的素食者无同，这间餐厅就家己研发的创意素食料理。When you go to Helsinki, you have lots of vegetarian restaurants, but up here, up north, you don't. So, yeah, maybe we just wanna do something new up here. 各类菜、盐咸芹菜、香菇、苹果，也个做水电进口的 cheese。 It's like a potato together with something fresh. People coming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people do eat vegan and vegetarian dishes. So we wanted to offer that in local twist, of course. 罗瓦涅米互人讲这是圣诞老人的故乡，每年吸引50万观光客，游客来遮拢会食当地真有名的纯萝卜，也个三文鱼。不过，即马全世界拢伫咧流行食素食。 强调在地食材，菜单也随季节蔬菜做变化。除了拓展无肉料理的商机，也互游客有新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拉丁美洲的国家委内瑞拉即马在是惊啥？因即马是惊骑脚踏车，毋是为着健康，嘛毋是为着环保，是因为委内瑞拉出现石油危机，骑脚踏车毋免油。 招判骑脚踏车，伫咧即马强调环保现代社会无奇怪，不过伫委内瑞拉是真罕见，因为遮石油是比水较俗，大家拢开车上班。不过即马因为无油通买，真侪人是改骑脚踏车上班。 Tengo la bicicleta hace 20 años. Justamente un amigo que se fue al exterior me vendió su bicicleta y la usé hace mucho tiempo y previendo que este problema de la gasolina iba para peor, hace como un mes la llevé al taller y la pusieron otra vez funcional. 有全世界上最独有的委内瑞拉，因为和美国加强制裁影响欠油，脚踏车业者也出现真罕见的情景。伫首都卡拉卡斯的维修厂头家讲，伫过去6年经济歹，维修厂强要挡袂落去。不过这阵仔是生意真好，逐工透早6点就来上班，一直到下班前拢无停。Eso ha subido más o menos, yo calculo que con un 2000, un 3000%, por lo menos. Hay gente que yo jamás y nunca pensé que iba a andar en bicicleta. Yo lo veo ahorita por ahí en su bicicleta, haciendo diligencia, haciendo trabajo. 委内瑞拉炼油设备之后无法度用，过去拢是摕原油加俄罗斯换炼油，即马交易也因为受美国的制裁停来，拄着6年来上严重的汽油短欠，要民众讲无油通用比新冠病毒更加互人痛苦。定定看到加油站头前自暗时排到日时排到路长。第6个政府油价补贴政策一个实现，
本来1公升的油价是台币7角，这么上最会当互你买120公升，但是买超过就以1公升14块台币来算。这么伫委内瑞拉上价薪水1个月是美金3块，无到台币100块。这个来人买6公升，负担真大，也无怪这么愈来愈侪人骑脚踏车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有7个县市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若过头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山区也阁有一类短暂的雷公雨，要提醒乡亲爱细致。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是27度到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网仔哥哥啦。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网。网汉字写作网，罗马字写作保安网。网本条是第2条，古早嘛有人读作网。网仔家族内底就一寡名声歹，佫会话病歹亲情，亲像厝网仔内面会话日本老店的三班家文，会话天高节的白线斑文、埃及斑文。斑文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花骹网，家文嘛有人讲是厝网仔。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若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尾，嘛有人叫伊乌须网仔，也是乌金光。明明就毋是网仔，煞号一个网仔的名，拍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家布地，饲网仔，树人火。过会话着天高热，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网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洗蛤仔糖，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俗语讲，洗蛤仔糖死了了，变无网。甲网仔囝活的空间清掉，自然因就无法度生存。变那读做变，变无网。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寡甲网仔有关系的物件，嘛会直接用网仔号名，像太网仔的网仔水，分尸网仔的网仔香，阁有赶网的网雪啊。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网雪啊。伫天顶咧行，所以野网雪啊行云顶，就是咧讲人毋捌实务，干那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毋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网仔脚踢着，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
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网，来甲人讲卖想到位。溜网、乌尾、水鼠、野网雪啊行云顶，互网仔骹踢着，点点较无网。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交积水的骹桶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